大家好，歡迎咧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今日我揀選咗喺神州裏面一個嘅少數民族，我哋為佢哋守望。咁呢個少數民族就係維吾爾。關心維吾爾福音事工嘅同工咧，多年嚟咧架建咗內容圖文並茂嘅維文網站嘅。咁網站成立以嚟咧，有唔少嘅點擊啦，亦都記錄咗頗多維文新舊約聖經嘅下載數據，顯示咧有唔少渴慕真理嘅心靈嘅。不過咧近期呢啲傳播喜訊嘅途徑似乎唔係咁暢順啊。咁有關心維族嘅工人咧喺努力底下就另闢出路啦。其中咧亦都已經完成將成本維文聖經轉成簡便嘅數碼檔案，咁方便存放同埋傳遞嘅。咁事實上咧擁有印刷版嘅維文聖經或者會帶嚟唔方便曾經有信徒咧亦都表示需要聖經，但係因為運送唔方便而無法轉交。我哋一齊低頭嚟到禱告啊！主，我哋為到維文聖經嘅傳達嚟到去禱告，我哋盼望無論係印刷版或者係數碼版嘅聖經都能夠喺呢啲渴慕真理嘅維吾爾族嘅老百姓當中有機會嚟到去廣傳。我哋特別感謝你有一班同工，佢哋努力不懈，唔灰心，用諸般嘅智慧繼續將神嘅話傳揚喺維吾爾信徒嘅當中，同埋喺維吾爾還未認識基督嘅朋友當中。我哋求主你恩待佢哋呢個事工，恩待嗰啲忠心喺少數民族當中嚟到去傳揚福音、默默耕耘嘅同工們。我哋同心嘅禱告仰望，係奉耶穌基督寶貴嘅名字，阿門。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盼望呢下個禮拜繼續會有你一齊守望神州。拜拜。